提起林青霞，想必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。佢係華語影壇公認嘅頂級美人，一生名利雙收，更加早早嫁入豪門，坐擁無盡榮華。但係世人眼中一帆風順嘅人生，從來都唔係表面睇落咁光鮮順遂。千百年來紅顏薄命嘅宿命枷鎖，究竟係佢憑一己之力徹底打破，定抑或命運早就暗中寫好晒所有伏筆？真相遠比大眾想象更加複雜深刻。一切嘅伏筆都收埋喺2022年香港一場深夜大火入面。香港飛鵝山坐落住一棟頂級豪宅，市值超過44億新台幣，佔地面積高達5萬平方牛。喺寸金尺土嘅香港入面，係數一數二嘅頂級私宅。院入面配套極盡奢華，恆溫泳池、專業網球場、私人影院、藏書書房、舞蹈室、健身室一應俱全，而小時武裝保安同10幾隻護衛狼狗日夜駐守，戒備森嚴。但就喺個個深夜，一場突如其來嘅大火，將呢座堪比皇宮嘅豪宅徹底吞噬。當晚火勢迅猛異常，香港消防處緊急調派入60名消防員，連夜剝救，足足用咗8個鐘，直至天光先至徹底抹滅火情。再堅固嘅外在建築都抵擋唔住內部燒起嘅熊熊烈火。老祖宗流傳嘅命理智慧有言：人居住嘅地方同自身氣運血脈相通，居住嘅宅院格局往往映照住主人嘅命格運勢。呢場突如其來嘅冇命大火並唔係偶然，更加似係命運輪轉嘅警示，預示住屬於林青霞嘅因果輪迴從來都未真正落幕。早年間，唔少資深命理大師曾經為林青霞推演八字、推算面相，發現佢嘅五官格局暗藏好多玄機。佢眼尾微挑，係標準嘅桃花眼，自帶風情同緣分；眉骨利落有稜角，係女性入面極為少見嘅英氣健美；下眼緊緻立體，唇下自帶美人溝。從命理角度嚟睇，有咁樣面相嘅人，桃花運勢極旺，感情路途跌宕，天生自帶商家命格，一生都難逃情感糾葛。極致美貌帶俾佢萬眾追捧嘅同時，亦都為佢半生嘅情傷同磨難埋下伏筆。世人厭惡嘅豪門生活、璀璨星途背後，收埋住旁人無法聽見嘅心酸同遺憾。好多人都好奇，巔峰時期紅遍全亞洲嘅林青霞，點解會喺異國他鄉傳出為程輕生、命換一線嘅消息？今日我哋就結合佢嘅面相、命格同人生軌跡，拆解佢跌宕一生嘅因果同宿命。喺港台文藝片黃金年代，林青霞係絕對嘅頂流標杆，成個華語影壇幾乎圍住佢一個人轉。知名導演專門為佢改劇本，影視巨頭主動遷就佢嘅檔期，行業所有工作節奏都要等佢點頭先可以推進。只因為林青霞出演嘅作品就係票房嘅絕對保障，穩賺不賠，從未失手。當年佢喺台灣陽明山拍戲嗰陣，曾經出現過3位片商帶住武士刀上山爭搶佢拍戲嘅名場面，並唔係拍攝冇邪氣氛，而係三方為爭奪佢嘅出演檔期，真刀真槍對峙爭搶。林青霞性格豁達通透，向來唔願意辜負其他人，為咗化解三方矛盾，佢主動提出折中方案，將一日24小時均分，3位片商各佔8個鐘，輪流不間斷拍攝。嗰陣啱啱出道嘅佢冇經紀人，冇團隊協助，日復一日扎根片場，晝夜顛倒連續拍戲，常年分唔清晝夜晨昏，耗盡青春精力。早年有命理大師睇過佢面相之後，留低一句精準點評：女仔男相注定辛苦。呢句說話並唔係褒義，而係點明佢嘅命格特質。有咁樣面相嘅女子，自帶暴力氣場，敢於強勢，唔驚挨苦，可以擔重任。但亦都正因為性格剛毅，責任心極強，佢背負嘅壓力同重擔，永遠遠超普通人。喺日夜奔波、深耕片場嘅青春歲月入面，佢遇見咗牽盡自己20年嘅男人陳漢。嗰陣嘅秦漢早已成家，養有一雙兒女，但就係當年
台灣娛樂圈最具魅力嘅男藝人，外形俊朗溫潤，聲線溫柔自如，眼神深邃溫潤，自帶致命吸引力，幾乎係所有女性嘅理想型。嗰陣嘅林青霞尚且懵懂，從來冇諗過呢個溫柔至極嘅男人會成為佢一生最深最痛嘅一道傷疤。兩人接連合作多部文藝愛情佳作，銀幕上面係天造地設嘅金童玉女，默契十足，氛圍感拉滿。戲外亦都慢慢戲假情真，情愫漸生，越嚟越濃。兩人曖昧相戀嘅消息好快傳遍演藝圈，亦都傳到秦漢妻子邵曹欽耳中。女人嘅直覺向來敏銳，邵曹欽即刻察覺危機，不時親身現身片場監工，全程睇實秦漢拍戲。秦漢收工之後，佢第一時間上前替水沐汗，悉心照料。咁樣嘅舉動早就超越普通親友關懷，係極具宣示意味嘅主權表態。但係感情從來唔受人為掌控，越係刻意壓抑，越係肆意瘋搶。邵曹欽嘅介入同制衡，並冇斬斷兩人嘅情愫，反而令彼此嘅心情更加深刻。深陷痛苦同絕望嘅邵曹欽，最終主動致電林青霞，帶住哽咽同哀求，懇求佢放手。電話嗰頭嘅哭訴令林青霞陷入長久嘅沉默。片刻之後，佢冷靜應允，承諾從此唔再介入兩人嘅生活。佢通透懂事，唔願意破壞人哋家庭。性格剛烈嘅佢本想果斷斬斷糾葛，可惜心情最難割時，動咗心嘅感情從來唔係話斷就可以斷。1979年。震驚成個亞洲娛樂圈嘅重磅消息突然爆出，24歲嘅林青霞喺新加坡突發意外，當場昏迷倒地，不省人事。當年新加坡舉辦亞太影展，林鳳嬌奪得影后殊榮，林青霞同秦漢一齊現身台下觀禮。頒獎典禮完結第二日，所有同行藝人全部準時集合，唯獨唔見林青霞嘅身影。工作人員多次敲門都冇人回應，氣氛頓時變得緊張。秦漢敏銳察覺唔對路，二話不說破門而入，眼前嘅場景令人心碎。身形單薄嘅林青霞縮埋喺床上面，只蓋住一層薄衫，已經失去意識，氣息微弱。情急之下，秦漢唔理旁人目光，一把抱起佢衝出酒店。救護車仲未到，佢就抱住昏迷嘅林青霞喺新加坡街頭狂奔，全力趕去醫院救治。嗰陣秦漢嘅妻子邵曹欽亦都身處新加坡，但危急關頭，秦漢早就顧唔上世俗眼光同家庭牽牽啦，義無反顧守喺林青霞身邊。呢件事第二日迅速席捲各大報刊頭條，全亞洲媒體爭相報道。服藥輕生、第三者、插足婚姻、破壞人哋家庭等尖酸刻薄嘅標籤，狠狠貼喺林青霞身上。就算當年冇互聯網同社交媒體，流言蜚語嘅傳播速度依舊驚人。一夜之間，呢位萬眾追捧嘅銀幕女神跌落神壇，淪為全城熱議嘅八卦談資，飽受非議同指責。蘇醒之後嘅林青霞曾經公開澄清，自己只係誤食藥物導致身體唔舒服，並唔係外界傳言嘅輕生舉動。但輿論浪潮早已席捲全城，冇人願意相信佢嘅辯解。鋪天蓋地嘅負面評價，如同洪水猛獸，將佢徹底包裹，壓到佢透唔到氣。不堪輿論重壓嘅佢，最終選擇遠赴美國避世，孤身一人離開故土，褪去光環，喺異國他鄉熬過人生最孤獨難熬嘅歲月，亦都係呢段低谷時光，令佢重逢咗摯友鄧麗君。兩人早就相識，嗰陣雙雙離開故鄉，身處異鄉。一位係頂流影后，一位係傳奇歌后，相似嘅際遇令兩人惺惺相惜，好快成為無話不談嘅閨蜜。有知己相伴，稍稍撫慰咗佢嘅孤寂，但佢心底始終掛住台灣，默默等緊秦漢一句回應，一個交代。秦漢遲遲唔到，另一位溫柔深情嘅男人就奔赴而來。
佢就係秦祥林。早喺兩人合作《我是一片雲》嗰陣，秦祥林就對林青霞一見傾心，暗藏情愫。1978年，秦祥林同伊芳芳結束婚姻，恢復單身。得知林青霞喺美國療情傷，佢果斷放下工作，多次飛去美國，對佢展開熱烈追求。佢溫柔體貼，無微不至，將所有嘅偏愛同安全感全部俾晒林青霞，彌補咗秦漢從來冇俾過嘅溫柔。可惜感動終究唔係心動，可以牽動佢心神，佔據佢滿心心情嘅，由頭到尾都只有秦漢一個。嗰陣嘅秦漢仍然困喺婚姻嘅拉扯入面，猶豫徘徊，遲遲唔肯放手，從來冇俾過林青霞任何實質性嘅承諾同未來。漫長同無望嘅等待，徹底耗盡咗林青霞嘅期待。漂泊美國接近1年，心灰意冷嘅佢，決定接受秦祥林嘅告白，官宣訂婚。就喺訂婚前夜，佢仍然唔死心，最後一次撥通秦漢嘅電話，卑微詢問自己應唔應該嫁俾其他人。呢個係佢最後嘅試探，亦都係俾秦漢最後嘅挽回機會。但秦漢嘅回答冰冷刺骨，徹底擊碎咗佢所有執念。佢直言：你本來就係悲劇人物，注定悲劇一生。短短一句說話，令林青霞徹底心死。佢強忍悲痛掛斷電話，第二日照舊如期出席訂婚宴。宴會上面嘅佢面帶笑意，眼底就一直含住淚水。隔籬嘅秦祥林將一切睇喺眼入面，深知自己留住咗佢嘅人就永遠得唔到佢嘅心。呢段勉強維繫嘅婚約，最終維持咗4年就草草落幕。4年之間，林青霞始終唔可以強迫自己動心，最終兩人理性協商，和平分手。命運嘅捉弄從來冇停止，就喺兩人解除婚約之際，秦漢同邵朝音正式離婚，恢復單身。喺作奸晚瑤極力撮合之下，糾纏半生嘅兩人再度復合。呢一年，林青霞31歲。明理大師曾經解讀過佢嘅面相，桃花眼，多情溫柔，好容易惹人偏愛，劍眉剛毅固執，一旦動情就執念深重。有咁樣命格嘅女人，從來唔缺追求者，但一旦真心交付，就會深陷其中，難以抽身，注定情路坎坷，飽受情傷。歷經重重波折，再度復合。林青霞滿心以為呢一次終於苦盡甘來，修成正果。就唔知人生最痛嘅情關仲喺前面等緊佢。1996年，林青霞憑住滾滾紅塵炸裂嘅演技，一舉奪得金馬獎最佳女主角，登上演藝生涯嘅巔峰時刻。頒獎典禮現場，秦漢正坐台下含情脈脈凝望住佢。慶功宴上面，兩人並肩同行，默契十足，一齊向賓客敬酒，恩愛模樣令旁人羨慕。嗰陣所有影迷、業內人士都篤定，歷經多年糾葛嘅兩人終會修成正果，步入婚姻。但一日又一日過去，秦漢始終絕口唔提婚嫁，兩人嘅關係依舊分分合合，飄忽不定。面對媒體嘅追問，秦漢一直以相愛容易，相守難，搪塞迴避，用睇似通透嘅人生哲理掩飾自己唔願意負責、唔敢承諾嘅本心。林青霞早就睇穿佢嘅推託同懦弱，但仍然心存僥倖，唔願放手。直到一場意外令佢徹底清醒。一次喺敦煌片場拍戲嗰陣，林青霞意外重傷，眼角膜裂開，傷勢危急。醫生明確講，如果救治唔及時，好大機會永久失明。劇痛難頂嘅佢，自己包紮傷口，強忍病痛，買最早嘅機票，折返香港求醫。登機之前，佢強忍傷痛致電秦漢，話俾佢知自己傷勢嚴重，滿心期盼佢可以趕去香港陪伴照料。但電話嗰頭嘅秦漢，沉默片刻之後，冇半句關心問候，反而冷靜反問：咁機票邊個俾錢？簡單5個字，如利刃穿心，徹底劃破咗林青霞20年嘅執念同心情。成個飛行過程入邊，佢強忍嘅淚水終於決堤，由起飛喊到落地，滿心愛意同期許全部被冰冷嘅現實擊碎。後來佢喺散文集入面回憶呢段經歷，字裏行間都充滿心酸。孤身一人，
由敦煌困轉蘭州，再自己搭機返港，全程隱隱崩淬，默默承受。呢場生死關頭嘅冷漠相待，令佢徹底斬斷諗頭，下定決心同秦漢徹底決裂，永不糾纏。佢喺燕瑤屋企堅定向秦漢提出分手，直言自己已經愛上其他人。據傳秦漢當場震驚跪地，苦苦哀求挽留，但性格剛毅決絕嘅林青霞一旦死心，就再冇回頭嘅可能。20年青春年華，全部耗喺一段冇結果嘅感情入面，滿腔心情換來滿身傷痕，到頭來一無所有。本以為斬斷孽緣同錯嘅人告別，往後就係坦途，但命運嘅磨難從來冇停歇，一場更加深嘅遺憾悄悄降臨。結束呢段半生糾葛嘅戀情之後，林青霞喺長春片場拍戲嗰陣，邂逅咗失散36年嘅親家姐林莉。1948年戰亂紛飛，時局動盪，林青霞嘅父親隨部隊退守台灣，嗰陣嘅林莉先至3個月大，無奈留低喺內地。由呢一刻開始，同父同母嘅兩姊妹分隔海峽兩岸，開展咗截然不同嘅人生。細妹遠走台灣，成為家喻戶曉、名利雙收嘅影壇巨星，坐擁榮華富貴。家姐留守河南鄉村，一生清貧樸素，做咗一輩子鄉村幼師，住喺簡陋平房，靠微薄薪金艱難度日。兩人樣貌、身形高度相似，命運軌跡就天差地別，令人閪實非久別重逢嘅日子入面，林青霞卸低所有巨星光環，化身軟糯嘅細妹，時時刻黐住家姐，親密依偎，不停呼喚，相處畫面溫暖治癒。可惜相聚嘅時光轉眼即逝，臨別之際，一件事令林青霞終身難忘。90年代初，20萬人民幣係足以改變普通人一生嘅巨額財富。林青霞私下準備好20萬現金，親手交俾家姐，希望可以改善佢清貧嘅生活。但令佢意外嘅係，林莉毫不猶豫，直接推翻，轉身快步離開。林青霞一再堅持，家姐始終唔肯收低分毫。事後林莉坦誠，養大自己嘅叔叔嬸嬸先至係佢最親嘅家人，佢唔願意無啦啦收低巨款，令長輩誤以為自己貪慕虛榮，忘本變質。多年清貧嘅生活，早就令佢習慣咗平淡板炮，突如其來嘅巨額財富，反而令佢唔知如何自處。睇住家姐唔慕名利、風骨清淨嘅模樣，見慣娛樂圈名利紛爭嘅林青霞，由衷感慨：家姐，你比我強。家姐骨子入面嘅傲骨同純粹，深深折服咗佢。姊妹重逢嘅溫暖仲未消散，林家就迎來咗毀滅性嘅悲劇。林青霞嘅母親麻蘭英晚年長住香港頂級豪宅，享受住旁人羨慕嘅頂級物質生活，但就一直孤獨纏身。4個仔女各自忙於事業生活，冇人長期陪喺身邊，日復一日嘅孤寂慢慢侵蝕咗佢嘅身心，最終誘發重度抑鬱症。確診之後，麻蘭英曾經5次嘗試自我了結生命，每一次都被家人、工人及時救返。為咗醫治母親嘅心理疾病，林青霞唔惜從金聘請香港頂尖嘅精神科醫生同心理專家，全力救治。但母親嘅病情仍然持續惡化，佢日夜提防，悉心照料，拼盡全力守護，終究抵唔過命運嘅安排。2022年12月4日凌晨，夜深人靜，眾人熟睡，看護工人一時疏忽，令麻蘭英揾到機會。身患重病、行動唔方便嘅佢，強忍唔識由輪椅起身，爬上窗邊座椅，用盡最後力氣推開窗戶，縱身一躍，結束咗71歲嘅人生。噩耗傳來，遠喺河南嘅林莉崩潰痛哭，連夜趕去台灣，跪喺母親靈前泣不成聲，半生分隔，到頭來都冇好好陪伴母親，盡一份孝心。趕返台灣嘅林青霞喺診房見到母親冰凍嘅遺體，瞬間徹底崩潰，放聲大哭。呢場離別成為佢一生難以釋懷嘅陰影同心結。之後好多年，佢長期接受心理輔導，克釋內心遺憾，坦言自己從前以為時間可以撫平所有傷痛，後來先明白
有啲遺憾係用盡一生都唔可以彌補。佢坐擁財富、名氣同豪宅，擁有世人渴求嘅一切，但始終留唔住最親嘅人。呢份遺憾成為佢畢生嘅執念同忍痛。半生風雨，滿身傷痕，40歲成為林青霞嘅人生分水嶺。捱過所有情傷、離別同遺憾，屬於佢嘅安穩同圓滿，終於如期而至。呢一年，佢遇見咗改變後半生嘅男人行李耀係。行李耀係香港商界赫赫有名嘅傳奇人物，出身平凡，冇背景，純粹白手興家。早年只憑1秒港紙嘅本金，靠獨到嘅商業眼光同個人膽識，攞到 Eastbay 環球服飾嘅亞洲代理權。佢準確把握市場風口，將小眾品牌打造成亞洲頂流潮流標杆。巔峰時期果斷高位套現，清空所有股票，一舉賺到236港元身家，完美避開之後股價大跌99%嘅資本危機。商業眼光同魄力堪稱頂級。呢位殺伐果斷、眼光毒辣嘅商界大佬，一生最溫柔、最果敢嘅決定，唔係精準嘅資本操作，而係遇見林青霞，特定娶佢為妻。兩人相識於徐克為太太施南生舉辦嘅生日宴，機緣巧合一齊坐同一張台，四目相對嘅一刻，成李就喺眼中冇世俗男人嘅輕浮同貪念，只有沉穩篤定嘅溫柔，一眼就認定咗餘生歸宿。相識唔夠1個月，從唔拖沓，行事利落嘅程李珠直接向林青霞求婚：你願意嫁俾我嗎？呢一刻，林青霞內心無惶恐不安，只有從未試過嘅平靜同安穩。佢耗費20年青春，苦苦等秦漢一句承諾，到頭來落空。而眼前呢個男人，相識寥寥數日，就俾咗佢最篤定嘅餘生期許。佢早就耗盡所有等待嘅耐心，唔願意再蹉跎光陰，果斷應允求婚，迎李順心知。迎娶林青霞呢位全民熟知嘅公眾人物，代表自己低調嘅商界生活，將徹底暴露喺八卦媒體嘅鏡頭之下。私人生活再冇隱私，但佢甘願為佢付出呢個代價。婚訊曝光之後，全亞洲娛樂圈轟動熱議，有人為佢苦盡甘來揾到良人開心，亦都有人惋惜佢最終一齊嘅人唔係糾纏半生嘅秦漢。面對外界所有議論，林青霞一直沉默不語，唔辯解，唔回應。兩人喺美國三藩市舉辦世紀婚禮，奢華程度轟動全港。為咗訂造專屬婚紗，兩人3度飛去巴黎量身試裝，淨係婚紗入關關稅就高達4000美金。婚禮現場用40萬朵新鮮玫瑰鋪滿全場，為咗避開狗仔騷擾，甚至調動當地半數警力維持秩序。婚禮上面熱淚盈眶嘅林青霞坦言，自己終於遇見咗人生嘅巨人。同年40歲嘅林青霞毫無預警宣布息影，結束22年演藝生涯，告別百幾部經典作品，冇告別演出，冇官宣發佈會，敲殺退場，唔留牽掛。褪去巨星光環之後，佢徹底回歸平凡生活，素顏出街，陪女兒去書店買文具，褪去所有高冷氣場，化身溫柔樸素嘅尋常母親，安穩平淡嘅日常，正係佢半生奔波最渴求嘅生活。婚後，佢為程李孕生咗2個女，大女改名顏愛琳，細女改名顏言愛明，入面暗藏深情，寓意程李人永愛林青霞。低調講述屬於兩人嘅浪漫，所有人都認定歷經半生風雨嘅林青霞終於活成人生贏家。婚禮當日，有媒體專訪秦漢，問及感情歸宿，秦漢神色落寞回應，自己嘅另一半只有籃球，每日準時早起睇波賽，就係生活全部。曾經愛得轟轟烈烈、糾纏半生嘅兩人，最終走向完全唔同嘅人生結局。佢擁有咗安穩溫暖嘅家庭，佢就只剩低自己一個同籃球為伴。結婚20周年之際，程李話將香港飛鵝山嘅頂級豪宅送俾林青霞作為紀念。呢棟極盡奢華嘅宅院係佢人生入面第一座真正屬於自己嘅家，象徵住20年嘅深情陪伴同安穩歸屬。
可惜豪門深宅從來唔止光鮮，背後收埋住好多外人唔會知嘅隱隱同心酸。2022年深夜，呢座承載住愛情同歲月嘅豪宅突發大火，8個中熊熊烈火將20年心血付之一炬，昔日皇宮一樣嘅宅院化為廢墟。正如命理所講，宅院氣場同主人運勢相通，呢場無妄之災刻似命運嘅警示，提醒住過往嘅因果不幸啊，從來冇徹底消散。婚後好多年，林青霞一直活喺大眾眼目嘅目光入面，豪車豪宅、珠寶傍身、名流圍住，睇似圓滿順遂，實際冷暖自知。幾十年之間，婚姻破裂，丈夫移情，豪門受委屈嘅流言蜚語從來冇間斷。八卦媒體不斷捏造負面傳聞，刻意製造爭議。面對所有惡意抹黑，林青霞一直淡然處之，極少辯解，直言大部分傳聞都係無稽之談，唔使花精力澄清。半生身處娛樂圈嘅佢，早就睇淡流言，百毒不侵。唯獨一次徹底動怒，係父親病重嗰陣，狗仔肆意上門圍堵，唔顧老人家安危。當面追問佢婚姻破裂嘅假消息，極度冇底線嘅炒作，令佢徹底心寒憤怒。除此之外，豪門生活帶俾佢嘅無形壓力，一直冇人知好。傳統豪門家族重男輕女嘅觀念根深蒂固，佢接連生咗2個女，雖然家人從來冇明言施壓，但無形嘅輿論同家族期待，一直係佢心底難以釋懷嘅壓力。好多年以來，佢一直默默隱忍，對外始終堅定維護丈夫同家庭，將所有委屈自己消化，用沉默守住自己最後嘅尊嚴。佢曾經被媒體認到自己一個素顏現身街頭茶座，冇寶寶，冇助理，獨自坐低飲咖啡。察覺到鏡頭拍攝，佢冇閃避遮擋，只係平靜淡然回望，眼神通透，睇透世事。張出圈嘅相配文正係佢嘅人生信條，保持平常心，一切都會過去。褪去所有銀幕光環，佢只係一個哭求安穩，唔中意被打擾嘅普通女人。林青霞半生通透闊達，但有一件事成為佢畢生最大嘅遺憾，亦都係佢親身經歷嘅靈異往事。好多年之後仍然唔可以釋懷。佢曾經公開坦言，自己深夜接過一通神秘來電，電話嗰頭清晰呼喚佢個名，之後反覆講我頭好痛，聲音哀怨微弱，慢慢消散之後再冇音訊。事後佢多方查詢，始終揾唔到來電號碼同來源。呢件交易嘅經歷要追溯到佢人生最低谷嘅歲月。當年佢同三毛、導演嚴浩相聚閒聊，飯後三人品茶夜談，暢講生死、行靈界等禁忌話題。隨性之下，三人立下生死約定，無論邊個先走一步，都要跨越陰陽，話俾另外2個人知死後嘅感受。飯局完結短短幾個鐘之後，意外突然發生，三毛意外失足跌傷，肋骨斷裂，肺部穿孔，緊急入院搶救，險些出事。休養期間嘅三毛靈感迸發，創作咗經典劇本《滾滾紅塵》，亦都正係呢部作品令林青霞成功登上金馬獎影后，迎來事業巔峰。但巔峰過後，噩耗傳來，三毛病情惡化，喺醫院洗手間自盡離世。得知摯友離世嘅消息，林青霞瞬間失神，手足冰凍，腦海即刻浮起三人當年嘅生死約定。佢呢個時候先猛然醒覺，嗰通深夜話意來電，正係三毛跨越陰陽赴約。三毛窒息離世嗰陣，腦部劇痛，痛苦萬分，先會反覆講頭痛，體現咗當年嘅諾言。三毛離世之後，林青霞亦都試過一場好清晰嘅夢，夢入面無數寫滿字跡嘅信紙飄落窗前。佢深知係摯友隔空寄語，但因為心生恐懼，強行地眼暫斷夢境。事後佢無盡懊悔，遺憾自己當初唔夠勇敢，冇睇清信紙入面嘅內容，錯過咗摯友最後嘅贈託同告別。呢件事成為佢半生最刻骨銘心嘅遺憾，遠超情傷同離別之痛。回望林青霞嘅一生，世人總話佢打破咗紅顏薄命嘅千年詛咒，但細細品讀就知，
呢份宿命嘅真義，從來唔係樣貌出眾者注定窮困潦倒、命運親慘，而係上天賜予一個人極致嘅美貌、天賦同榮光，就會令佢承受遠超常人嘅磨難、離別同失去。40歲之前，命格枷鎖牢牢綁住佢，20年錯付心情，為愛卑微煎熬，異國他鄉嘅絕境崩除，訂婚宴上面嘅暗自流淚，生死關頭嘅人心涼薄，至親離世嘅無盡遺憾，摯友離世嘅不生懊悔，層層磨難，全部落喺佢身上。40歲之後，佢徹底掙脫執念，逆轉命格，真正嘅蛻變，從來唔係遇見情理如嫁入豪門，而係佢徹底放低唔值得嘅人，解開心底所有執念，同自己、同過往、同命運和解。當佢唔再為情愛卑微妥協，唔再為遺憾內耗折磨，人生嘅福報同圓滿先真正如期而至。鄭理讀得懂佢半生嘅辛苦同唔易，用沉穩溫柔嘅偏愛彌補咗佢所有嘅創傷，唔單止俾咗佢安穩富足嘅生活，更加全力支持佢嘅慈善事業。兩夫妻以細女常言愛嘅名義創立言愛慈善基金，幾十年深耕公益，累計捐款超過30億港元，喺內地援建200幾間學校、多間大型醫院，幫助無數貧困學子讀書，扶持弱勢家庭脫困。投身公益嘅初心源自佢親身經歷。媽媽年患有腦退化症，家人初期疏忽大意，錯過最佳治療時機，令老人家飽受病痛折磨，亦都令佢深知呢類疾病嘅殘酷同無聲。為咗呢個原因，佢主動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相關公益愛心大使，周圍奔走推廣腦退化症預防科普，呼籲老人家及早篩查，及時干預，放低巨星身段登台義演，唱荊棘籌款，用自身影響力傳遞善意。佢一直堅守初心，極少為自己名氣辯解，但願意為慈善事業放低所有光環，直言自己所有嘅公開表演只為慈善而行。喺佢眼中，絕世容顏終會隨住歲月老去，唯有向善嘅本心、利他嘅善行，先可以流芳百世、沉淪永恆。就算好多年以來婚姻爭議、人生非議從來冇停歇，林青霞同程理草一直唔回應、唔辯解。佛家有言：菩薩從因，眾生從果。普通人成日糾結結局好壞、回報得失，通透之人永遠深耕當下，堅守本心。最好嘅澄清，從唔係口舌之爭，而係腳踏實地嘅善行。問心無愧嘅人生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呢份福報唔係財富名利嘅堆砌，而係歲月沉盼嘅人心同尊重。而家嘅林青霞年過7旬，青絲染霜，素面朝天，企喺高考禮堂嗰一刻，全場幾千師生嘉賓自發企起身，由衷讚嘆致敬。呢份發自內心嘅尊重，係歲月俾佢最大嘅饋贈，係半生行善、渡劫修行換翻來嘅最好結局。縱觀佢嘅一生，真正打破紅顏宿命嘅，從來唔係豪門婚姻、榮華富貴，而係佢歷盡萬般磨難，仍然溫柔善良，堅守本心，睇透人情冷暖，仍然選擇包容向善，捱過半生遺憾，仍然敢於放低釋懷。佢用一生實踐4句人生真言：面對他、接受他、處理他、放下他。呢簡單12個字，係佢渡劫重生嘅核心密碼。直面所有傷痛遺憾，接納所有唔完美嘅過往，妥善處理執念同糾葛，最終徹底放低，同人生和解。人生從冇重來嘅機會，世間亦都冇如果。所有嘅磨難、遺憾、傷痛，都係命運賜予嘅修行。苦難本身唔可以成就人，捱過苦難之後嘅通透、溫柔同悲憫，先係人生最珍貴嘅收穫。正因為親身淋過風雨，捱過黑暗，佢先更識得體貼其他人嘅疾苦，願意伸手幫助弱者，將自身嘅傷痕化為照亮其他人嘅微光。天道輪迴，因果不虛，所有善意都會有回響，所有堅守都會有歸宿。唔使糾結過往遺憾，焦慮未來未知，
認真走好當下每一步，心懷善意，心甘滿心，坦然釋懷，就係最好嘅人生修行。半生風雨半生悟，萬般經歷皆成長。林青霞嘅一生到頭來都係用溫柔同堅韌掙脫宿命，修得圓滿。